哈，也有这个一个梦想哈，这个愿景哈，就会希望呢成为客家文化推广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哈，一粒生生不息的火种哈，共同呢透过这个歌谣还有舞蹈呢，让我们的客家文化可以在我们的台湾大放异彩哈。那今天呢，他们也是会带来2首歌曲哦。等下呢，要带来刘永书嘅歌曲哈，再拜有请嘅呢，跟从嘅所有嘅好朋友哈，夹夹来到我哋嘅舞台區嘅頭前哈來欣賞我哋樂仙綜藝團哈帶來嘅歌曲哦。那接下來我們就用熱情掌聲來歡迎他們。
家